红白不一样，他们是有白色和深蓝色的服装。好，是的，谢谢他们。而接下来要进场的呢是台北市部落文化艺术团，他们融合了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元素，以淳朴欢乐的方式，给长阿美族欢乐的歌谣，借由歌舞来描绘展现原汁原味的部落生活。阿美民族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天性乐观而豪爽。他们的歌声跟舞蹈是生活经验艺术化的再重现，当然也是男女情感交流、部落打猎采食之后自娱于人与文化传承的方式啊！真的，我是感受到他们笑容都让我感染了。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台湾有16个原住民族，是。